你如果跟着我，选择做个女孩的话，除了安逸，什么都没有；选择做个男孩的话，除了安逸，什么都有。我要做男孩。把村子给我烧了！出税是陛下的旨意，交不出就卖了当奴隶。谁要是反抗，那就是造反。是娘，快点！大人被刺了！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在那边上！快！别跑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叶海市，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都中吗？你能保住我阿娘的命吗？我保证，没有人可以欺负他们。先生若真能保护我阿娘和村子里的人，我就跟你走。你如果跟着我，选择做个女孩的话，除了安逸，什么都没有；但如果选择做个男孩的话，除了安逸，什么都有。你自己选。男孩，我要做男孩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做噩梦了？嗯。还在车上？先生，你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啊？你怕？怕。别怕，睡吧。